好师兄。大家好，我是容易开，分享时光假礼拜社会是天赋。收起来，收起来！你还要买个东西？谁说棚内可以带这种什么爆裂物的？这个是玩具，就是世界和平游戏的道具。哦，这要干嘛？这个是要用来玩世界游戏的。对啊，而且不止这些哦，你看那里。哇！根本那世界大战强弱就被人斩下透台，好像还有一位军师在旁边布置啊，是不是？来，两家礼拜，社会世界部同你大家来关心一下世界和平游戏 World Peace。你有发现国际新闻总係同戰爭冇就部種工業有關冇頭？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唔過社會上做到嘛解呢？唔做得到世界和平遊戲，強我哋嘅國際危機。一個遊戲係美國一個社會先生將 Hunter 發明嘅，佢就像係縮細版嘅現實世界。老世界本做4種無共用體制嘅國家，由社會上來做4個國家嘅總統韓國女角來處理一道萬人危機。交易嘅遊戲上一樣有2個條件：第一，所有嘅國家都喺規定嘅時間內進行溝通來解決所有嘅萬人危機；第二，大家國家嘅資產都會增加，做唔到永遠嘅錢變少。也就係講，大家唔係強下贏，就係強下輸。當去到美國同 John Hunter 學嘅阿 B 先生同阿 Ken 先生，就到世界和平遊戲帶進台灣來攀嚟贏取。一擺社會事件簿派出嚟3個社會，同意到為社會上強下嚟面看啊，安樣嘅世界將會和平。有一塊地嘛，那軍火商有沒有會打？那個 OK。第幾名嘅亞洲遊戲，阿哲係做布瑞克帝國嘅國防部長。我是布瑞克帝國啊，裡面最有的是石油，我超有錢哦！你看，10什麼6什麼億的。小小本年先做愛爾蘭聯邦嘅總統。我是愛爾蘭，然後初始資金是4750億，石油產量是。明年係天神。而美國國用不有衝突的研究，做得非常現在裁判遊戲嘅精密素養。大家年拿到遊戲規則過後，對啲嘅上腦機，要用嚟增加自信，行我研究用嚟解決複雜嘅萬人危機。我們的策略就是我們2國最大的2國合併起來，然後把其他國家全部滅掉，資產平分，我們2國資產都上升就會贏。所以你們2個要結嗎？要，不要跟他們講，不要跟他們講，關你什麼？你們結我就跟他們結，怎樣？來呀，怕你啊！怕你哦，你怕你哦，來哦來。就所謂愛爾蘭聯邦同亞洲嘅布瑞克帝國會按嚟對立，就係比到嘅解決萬人危機嘅其中一類，西島衝突。西島原是係布瑞克帝國嘅，不過布瑞克將老西島看作係殖民地，多方嘅少數民族成日都唔係一歡喜，佢哋就希望做得脫離布瑞克來加入愛爾蘭聯邦。愛爾蘭當初係接下西島，不過布瑞克唔肯，故做愛爾蘭嘅總統少少。作為咧嚇到大家嘅決定，所以按理說那個島應該是我們的，所以想向他們宣戰。來打，你打，好。這遊戲蠻多故意製造出來的衝突，這些衝突本來就是為了讓它有一些非理性的行為出現。因為我們發現跟小朋友講道理，或是看新聞，他們都會很了解裡面的內容，就他們塞滿一堆知識，但是他真正遇到那個情況的時候，他用不出來。那遊戲就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因為你營造那個情境給他，然後去看他在這個情境下的反應是什麼。這樣。遊戲唔單將調試世界衝突，還安排嘅軍火商更發展高科技嘅武器來挑起大家選戰。如果需要什麼部隊，就來這邊買啊！越買越多越好。我會盡量研發更多的科技啊！這一定很強的，就買吧。軍火商。
到休息时间，大家充当着同军保障组份坚强的武器。大家买到也好，我用的世界展会货品客。买这个啦。老师，那个先帮我们保管，然后等他就可以拿。我们刚去买了一台算是无敌吗？无敌的飞机。为什么要买那个？因为这样子很有效，战斗比较好赢，就是这样。那可以说，而且核弹很强。好无聊，没精打，受不了他们，自己原本的事情都不先处理好。用说的有用吗？有用啊？为什么？面对几场游戏都係現戰嘅氣氛，天生眷酷堅有頭腦都無奈何。結果幾場遊戲竟講愛世界和平嘅人，搶傳到也嘅做電下國比數中嘅同學。只要你们2个不打仗的话，会费可以减半，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哦。好，谢谢大家。然后大家都不要打仗，好。如果打联合国的话，就免费送台飞机。眼里都只有打仗吗？游戏赢跟输对我。好有趣，这辩论会好有趣啊！只有少数的同学会非常入戏这样子，那大部分都是把它当游戏在玩。上次寒假有一个营队啊，就是有些孩子就说啊，这就是游戏啊，所以我想打仗就打仗。然后另外就有孩子会提出反思，他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是这么不认真，那我想請問你，你什麼時候會開始認真？10分鐘，開始動作。戰到棚內，遊戲結束過後，也第4位又係用人開也嘅遊戲呢。加到 VCR 啲導演看到印度社會都搞世界和平遊戲，到底呢隻遊戲樣板來嘅，要樣板搞，先為大家紹介到現場嘅貼片來片，係第一位到台灣世界和平遊戲認拓展阿 P 老師。嗨，大家好，我是阿 P。家下這發明到要談到麼？賣幾條嘅東西嚟打聯合嘅就送戰差嘅機會係馬沙講嘅，嘿嘿，軍火商 Mason。Hello， 我是軍火商。來，首先剛才2位小歐有參與這個遊戲，跟 Mason 一起玩。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有世界和平遊戲呢？可能是因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大人沒辦法解決的問題，然後試着讓小孩去想想看，要怎麼樣去用恰當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紛爭。結果都被你們講光光了。沒錯，確實就是江的先生，他一開始在發展這樣一個 World Peace Game 的時候呢，其實他目的正是要希望能夠讓孩子能夠透過遊戲裡面能夠獲得一些獨立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或是創意，然後能去解決我們這些大人沒辦法解決的問題。3位那一天都是第一次玩世界和平遊戲嗎？對。能不能談談你們第一次玩之後的心得？很多同學有時候會吵架。那像是在西島主權的時候，愛爾聯邦就會試着宣戰。總統以暴制暴，怎麼樣？其實我個人就是看新聞上會覺得說，總統怎麼都不許諾人民，就是自己已經給人民的約定。但是我後來當上總統之後，才發現說，其實有一些是總統真的無力辦到的。你會舉個例子，那一天你遇到什麼狀況？西島主權吧，然後我們本來是想要用以暴制暴，又考量到想說，如果真的這場戰役輸了怎麼辦？然後後來就考慮到人民的安全，所以後來就直接用錢的方式，就是直接買下那個島。但是可能這件事，可能人民會覺得說為什麼不打仗，然後一定要用錢嘛？那我們納的稅怎樣的？可是我覺得，對人民來說還是不打仗比較好。Mason， 你剛好在這個遊戲當中扮演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如果世界上沒有軍火商這個角色，世界是不是就和平？不至於，因為大家有時候就是因為爭議或者因為利益，大家就會想要打仗。那即使沒有軍火，可能還是會發生一些不想發生的事情。世界和平遊戲，在 Hunter 的設計理念之下，所有的紛爭，甚至已經引發了戰爭。你們在設計遊戲的時候，是有一個best solution 嗎？它是有一定你們已經預想好最佳的解決方案的嗎？坦白講，完全沒有，而且就是這件事情是重要，它也是 World Peace Game 的核心精神。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沒有標準答案，就是說，所以說一定要撤兵，所以是 Forrest 不對，或者是 Richmond 的不對，或者是兩邊都對，兩邊都錯。但我們更在意的是他的思考脈絡。那所以說，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未來
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看到国际新闻的时候，你发现这样的纷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解决？像係家下因談到嘅阿 P 老師所紹介，係講呢隻遊戲嘅目的係希望就係達到世界和平，因為看到咧戰爭呢隻手段冇法度達到安個目標，到底喊做的牛伴奏，看我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開天窗。伙伴有提到，就是说啊，找到了在这一句话，没有成功不代表失败。他有提到这个想法。遊戲搞到面紅，現在大家都唔想去交通，當當危機都係盲解除，大家都點做做嘅，唔對樣嘅勢真好。就算遊戲前面天成各樣嘅，唔過一嘅結果，大家當真都要盲記下。來談看啦，一個做聯合國秘書長嘅同學，佢係樣嘅講嘅。因為一開始大家可能就覺得時間還有很多，那之後再想，然後也沒有人很積極的說要處理。有人認同嗎？單機行為有效，請舉手。認同舉手，不認同舉手。這個世界上面的問題就是這麼多哎，你們當然可以繼續再就像剛那5分鐘一樣，就是啊，好混亂哦，我也不知道幹，都沒有人想出解決方案。哦 ，Black 去想啦。哦，你起碼也是大國，你去想，又不干我的事。全部人都一樣的想法，然後最後你們就輸了。公開道歉，公開道歉，每一個國家好像都有自己的意見，沒有真正達到大家都有共識，說這個該怎麼處理。像末日議題很多都是透過，比如說你給我錢，我把這個東西給你，才能解決。他們沒有實際上就說要心服口服的給你。在當中，雖然我們表面上好像解決了問題，但是事實上還是有很多細節沒有去解決的。他就是錢少，然後我們錢就是比較多，所以他濫用我們也可以濫用。做的那一個人讓他們了解，就讓他們體驗，就是類似像我們現在在體驗以後的事情。主題聯合國秘書長，N社會未啲遊戲過後提出嚟加掉對世界和平冇共用嘅想法。如果想要世界和平，我覺得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人會不斷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不擇手段。其實有時候小朋友的思緒跟大人不一樣，所以小朋友可能會思想出比大人更有趣的答案，然後可能真的會解決問題。那個答案是大人都想不到的。冇標準嘅答案，現在將亨特先生佢相信一條寫好寫，自家揾明出自己嘅方法。嘅同學，一條知道世界和平嘅方法係乜嘢呢？世界和平遊戲讓你現實的世界強壯，唔想相處溝通，可能係最好的方式。問題是溝通，就你們經驗裡面，因為各國有各國自己的利益，你們遇到溝通最大的障礙跟困難有哪一些？就是各國溝通的時候，就是各方都不想退讓啊，可能造成衝突，然後本來一方退讓就可以解決的事情，但是兩方都不退讓，就是會造成就是可能會想要戰爭之類的吧。好像就是那邊吵，那邊吵，也沒有真正在解決事情，是到最後大概最後幾場的時候，我的一些天使的時間，然後才慢慢的去帶動他們去解決這件事情。軍火商，你有沒有發現，或是你自己觀察到，怎麼樣才可以讓溝通有效？就是大家應該不要把短期，不要看着眼前的利益，應該要發現長久的問題，和別人溝通，然後坐下來好好談，禮讓對互相，找出平衡點，然後呢，大家就可以合作，努力共同一起解決這個問題。有可能這樣的遊戲有真的可以達到共贏的局面嗎？我在今年寒假的時候有舉辦另外一梯次在林口舉辦的一個營隊，那時候就是也是大家就像你們一樣陷入就是絕望，大家都想要放棄這樣。那個時候聯合國秘書長他突然間就拿起我的，就在他的宣言上拿起鈴鐺，還有說大家聽我說，就很大聲，我嚇一跳。就是一般的遊戲，這些參與者是可以搖鈴的嗎？基本上不太行。哇，他就到這個地步了。對，他就。聽我說，不要再吵了。現在唯一能夠解決這個世界上的問題，因為要維持軍備需要花錢，大家不要再買軍備，同時我們一起把這樣的一個軍隊全部撤出。所以我那時候就看到，就是聯合國他就拿着那個箱子，然後就是
那个你们要不要一起来撤兵？这样我们一起签一个协议，然后就这样，他就这样一个一个拿。军队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把它丢进去，然后你要不要拿下来？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把它全部这样拿下来。有很多人也有自己的立场啊，如果我现在撤兵的话，那军火商他又要再次跟大家就是征服世界的话怎么办啊？哪一国他突然间，那我不要当第一个撤的。然后那时候联合国他确实发挥了很多的影响力，他就说。我能够确保这件事情。他就说，你拿你人格担保就可以吗？我说不晓得，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他就这样很认真的看着那个同学的眼睛，我觉得那一个部分是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我常常想，孩子做得到，为什么大人做不到？没有军火的世界，现场3位这样的世界跟刚才的世界，你觉得这2个差别对你来讲，你怎么看待？会变得比较简单，比较明了，可以这样一看过去就觉得好像不会很复杂，就是总统就是总统，然后一些油田就是油田。我也觉得这样世界更好，我们就可以再享有更多游乐设施，就比如说盖个游乐园啦之类，就是让大家有，就是应该说让大家有娱乐的那种感觉的设施，也可以再更多。军火商，这样的世界对你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悲剧？不会。哦，你怎么看待？就可以研发新的科技，然后让世界变得更好。OK， 谢谢各位的努力，为我们创造一个看起来更好的世界。你上班从的节目，你各位看的世界和平游戏，係你理想當中的理想世界，也係像安樣完全冇戰爭，完全冇軍事武器咧。你先歇困一下，功課以後，看下留緊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非常嚟到社會看世界嘅單元，這個禮拜呀 Mason 提這擺稿，我先簡單給你介紹一下，它就是看照片然後猜答案，是什麼？熊帽子。熊帽子哈，為什麼會有熊帽子呢？假設有人3題嘛，都猜錯的話，就要戴這個帽子。那假設你們3個人3題都猜對，怎麼辦呢？你戴，我戴，好不好？想看我戴嗎？好，加油！來看第一題。仔細的看這張照片，這是大嘴鳥吧？應該是。這樣子可以麻煩你放大他嘴巴裡咬的那2個東西。你看到了嗎？放大了，你看得清楚嗎？我在想他嘴巴裡的那個東西，那是水果還是蟲？是不能講果子嗎？好不好？它是算某種野生的果子。要看提示了嗎？好，我先提示你一個東西。好，你們知道是哪一國的國旗嗎？熟悉但不知道。我不知道。有看過，這個國家比較小，比較不好猜，它在中美洲，大概在這個位置，叫做哥斯達黎加。來，我們來看題目，好不好？這隻鳥的上喙，你看有上下喙，是怎麼做的？是牛角 3D 列印。這個縫，感覺它是2個接起來的。就是它壞掉的地方嗎？它為什麼要做人？應該是牛角，因為3D 列印會有那個，不可能會有這種痕跡啊，痕跡。除非你真的去用那個細節，但是一般人其實不可能會去用斷藤的那種感覺。所以你覺得3D 列印會做得比這個漂亮的意思 ？OK。我覺得它那個，因為它的光澤，牛角其實通常不會有那種有點半透明的感覺，它就是有半透明嗎？不是，我的意思說下面那裡，它感覺有一點點透光。那牛角它其實基本上是不會有那種光澤出現。哇，你觀察得很入微耶。所以2位是認為是要舉什麼牌呢？你們覺得是牛角？牛角。然後，你剛才不是說它什麼半透明不半透明啊？你不是要選3D 列印嗎？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你可以堅持自己答案。決定好了嗎？決定好了。我公布答案哦，有沒有人要改變心意的？沒有。好了，不好意思，妮妮。是。嘿嘿，我叫你要堅持嘛，對不對？我有堅持。這個鳥啊，它的那個上喙是被歹徒攻擊。那它如果只有一半，對它來講少了那一半，上喙少一半，不能吃東西，因為咬不了。對，所以它就會餓死。所以他們這個動物園就幫他們做了這個上喙的3D 而且其實不可能用牛角啊，因為你牛角如果它是等它死了你才拿下來，那就沒有它的一些鈣質，沒有它的膠質，那它還是很容易就脆掉斷掉。那他們也不可能就活生生把一隻牛的牛角割掉啊。第一題，
恭喜你扳回一城。接下来啊，你们看到什么？一个人在上面装模作样去看东西。在看你，对不对？有没有在看你的感觉啊？拿着望远镜在看你。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印度。哇哦，你有去过印度吗？没有。你怎么知道它是印度的国旗？因为同学是印度人，他背包上面吊饰的是印度国旗。哇哦，你看，观察很入围，印度在这边。好，来，这群人他们是扮军人的特技演员，还是扮特技演员的军人？不好怕我会三题连错。应该是军人。应该是军人，所以你觉得你是选台湾黑熊扮特技演员的军人？之前好像有曾经看过一则报道，是他们军人好像为了庆祝某一种节日，然后特别去排了一个即兴演出之类的东西。譬如说国庆日，他们会特别去请那些什么战斗机啊，去喷射一些像烟雾弹之类，就是会有颜色的。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在类似，就是在庆祝某一种节日，然后去特别去练的一种技能。请出示你的答案，3位。啊，好可怕哦！小心，小心，小心！好小心。定好喽，要公布答案喽。嗯。不要连错3题喽。好可怕啊！好了，你有机会了。来，你看，不是只有表演特技而已，就像其实你刚才解释的很清，他们是，我们看下一张照片，我之前有看过有没有？各式各样的特技，然后他们是印度的军人，那他们庆祝他们独立70周年，有没有？现在最关键的在妮妮身上啦，我们最后一题，很严肃的照片，但也要仔细看。这是火警之类的。火警。叙利亚。叙利亚，你这样就看到叙利亚了。因为新闻有报说炸弹，有曾经看过这张照片。叙利亚在土耳其的旁边，大概在这里。叙利亚，你看到什么东西？看一下后面那个像医院的那种标志，哪里 ？OK， 像医护站的那个东西哪里？我们看提示，看题目。这群人叫做白帽救援队，那他们是根据一个东西舍身救人，去冒险，去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你觉得是圣经鼓舞他们，还是古兰经鼓舞他们？应该是伊斯兰教吧。所以你的答案是古兰经。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圣经。圣经鼓舞他们，为什么？因为答案总是出乎意料。答案总是出乎意料，在这个节目这个单元不是哦。因为我们以往你会觉得我们这样骗你们，对不对？好可怕。当然不是了。所以大家都决定了哈。太美。干脆一点嘛，好不好？2位决定了吗？OK， 我们来看解答了哈。来，今天当然没有人要戴头套，他们确实是因为受到《古兰经》的鼓舞。那做乜嘅為安用行業到安危險嘅地方，去救利亞軍對敘利亞戰火當中受害成員呢？看一看下部嘅解釋。已經內在內5年的敘利亞有一處泡沫為救援區，街道地發生空襲過後，肯定要到在起，想辦法救出受傷救到的民眾，到今已經成功救到63000人的命。街道有一句好經驗，係古蘭經當中的一句話：救人一命，也就會救回全人類。街道無論乜嘢，造成都會救。對壓殺隊地圖救出的嘢有政府軍，沒有反政府軍，唔過戰鬥嘅還係老百姓。泡沫為救援區係3000年敘利亞嘅自貢鎮內，街道係對各項工業的嘢，有麵包師傅、藥師、太學社、木匠師傅、亞夫營街道，還包含兩區係5線鎮嘅救難區。對2013年成立到今，已經超過100個區域出現家下死亡，超過430人重傷。街道嘅指揮中心接受為受到空襲，空襲就係街道區域死亡嘅主要原因。泡沫為救援區按好心感通嘅東東人，無私心奉獻嘅精神，嚟本人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今日現場嘅3個時候非常嘅積極，我記得印象最深嘅對2張相片。我的想法是覺得說，他們真的勇氣真的很大，因為他們救出來的可能是已經有屍臭味的小孩了，或者是已經全身骨折啊什麼的，然後血一直流，那會有一些人真的很怕血。可是他們真的
都克服了这些恐惧，然后勇敢的用他们的双手去把这些小孩抱出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很有勇气，就是只是因为可兰经的一句话，所以就跑去救人。然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上帝真的是否存在，只是因人而异，看相信或不相信。但他们选择相信，而且把自己的命交出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勇气很大。我觉得我现在住的地方是非常安全、非常和平的。那么看到这张照片以后，发现这种世界上有这种地方，然后呢，大家必须有这么大的勇气，他才能过去救人。居安思危哦，我们现在这么和平，可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那你上半场讲的是世界和平游戏，世界和平游戏跟我们下半场看到这么多战争的照片，你们觉得有什么关联吗？像我们那一天玩到最后，其实有一个国家已经起内讧了，就像他们一样啊，内战其实就是起内讧，只是他们更强烈，他们选择用战争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争吵的动作。那我觉得他们如果在这个内讧的时候，还没有转到战争的时候，政府就已经可以先去处理好这件事情，平息大家心里的一些怒气的话，那就不会演变成这样。那这也是和平游戏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是蛮有关联的。其实你上半场做世界和平游戏，下半场可能当到相似的画面，是希望提供大家冇同樣角度來看待戰爭。以上這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下週禮拜六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事件簿》。希望大家，謝謝，來，社會太事件，是昆斯给吧？我錯了，對不起，我再一個。記得要看4K 這邊哈。好，3、2。